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詹伟明。暖爱好，沙利个干嘛？布隆大家好，地亚好，大家好，大家好。头拄我用的拢是咱台湾吼，即阵所有的这个国家语言吼，所以咱讲吼，伫咧立法院用咱家己的本土语言接顺，敢会是问题咧？过去咱看到讲，前立委有蔡东营、颜清标用台语来质询，即阵呢，咱嘛看到讲立法院依照着国家语言发展法设着统一的这个制度啦吼，咱嘛看到讲台湾基前的立法委员陈碧华是用台语来质询着国防部长邱国正啦吼，嘛邀请着讲哇，部长你敢会使来用统一咧？结果国防部长承认讲哦，语言是这个沟通的这个工具啦吼，工具啦吼，佮讲爱有共同的这个工具，意思就是讲华语哦吼，但是咱讲着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卡咱头拄啊讲的这所有的这个语言拢包含在内，绝对咱共同的语言，唔是干那是华语啦吼。那么看到讲这个部长啦吼，真调伫讲，佮邀请这个处长来做翻译啦吼。若是翻译有一寡这个订单，又佮拖时间，这个事件嘛引发着这这个民间团体的这个关注，要求讲即时都要落实着语言平权啦吼。另外咧，咱讲统一的这个部分，都要甲制度化啦吼。那么讲到即时统一，为什么要制度化、要证照化咧？尤其咱看到讲，即阵是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推动2、3档啊啦吼。但是咱看到讲，有人笑讲，哇，这个法真正是吼，这个代表意义啦吼，也是讲伊象征的意义大过于实质的意义。但是咱看到讲，即件代志啦吼，真正爱好好来去有一寡这个对话甲落实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因为即件代志9月28。咱讲立法院就暂停着这个统一的服务，伊讲吼，真正爱来寻求着吼一寡吼共识甲对话啦吼。但是安尼这个做法，敢毋是咱讲吼，这个食鱼啊吼，啊去互这个鱼翅见着话停就停，有影真正唔通吼。但是咱嘛看到讲，陈碧华嘛是甲鼓励未来讲会用台语来继续质询，咱嘛毋茫讲语言平权，即一讲爱阁有足侪人来斗阵拍拼。透过今节目，咱做伙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台湾基进台南东部主委李宗霖，总理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国民党组发会副主委林江川。咱民哥，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江川。感谢副主委。第三位咱们邀请到咱台语现场吼，这个台语文的推动者嘛是咱台语的这个老师李碧芳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李碧芳吼，台语教学现场的老师。是啦，咱嘛讲到这件代志会引发着这个关注，绝对唔是干那是用台语来质询，只是讲吼台语质询过去都有，咱头拄讲到蔡东营也好，也是讲颜清标哥也好啦，拢是用台语来质询。过去会使，为什么即阵都袂使？咱讲到过去，咱用这个国语的这个政策，甲咱吼母语也是讲本土语言的这喙齿加好长，啊，即阵敢讲到共同语言，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华语，其实拢毋是咱讲到国家语言发展法有甲咱讲所有的这个语言包含在内吼。咱就来先看讲这回争议到底是怎，先做来看。对国防有关法，国防部了解偌济？我跟委员先报告一下哦。语言是个交通的一个工具，大家工具都能够共用的，会比较方便一点。妈妈讲的话叫做母语，母语就是国语。我嘛尊重大家无共语言的人。台湾基进党立委陈碧华甲国防部长邱国正27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双方意见真无同，拢无退让。陈碧华坚持用台语来质询，想要启用本会期头一摆试办的台语传译。不过邱国正无采纳，27国防部常务处长李宗浩斗相共翻译，两人拢真坚持。还是这样的一句话，工具大家都有，为了不用同样的工具呢？假如为这件事情要变成一个议题的话，那今天不要紧，我们另外开一个议题，我到你那边去谈。今天的工具，你做，其实这是我走路，保定和你讲对不对？交通的方面要通联很顺畅。做同我跟你有够阿爸啦！我不用阿爸，你有够阿爸啦！我没有阿爸。今仔日人法国人徛伫遮，你会叫伊卖还你会叫中国吗？看得清清楚楚。今仔日人法国人徛伫遮，你会对每个人都中国客客气气的。你调讲，我每一个人都很客气啊！我尊重你的母语，你尊重我的。对我同仁都很客气，我没什么阿爸过。你可以问我同仁，我阿爸过没有？是啊，那我无了解，咱两个语言无共，我请翻译到底对做唔对？你敢会当讲我做唔对什么代志？你没有做什么不对，我只建议你，语言是个工具，那明明大家同样的工具，为什么要拿那个不一样的工具来这样弄呢？我想要保护咱台湾的母语。
阮有原住民语，有客家话。可以啊，你要会你母语，我没有意见嘛。对嘛，所以咱用翻译的人员，你外国人来，你就袂叫伊讲中文，啥人我伫这里要叫我讲中文啊？是啊，那你要教育我啊。我没有教育你什么，我只跟你讲的，今天这个殿堂里，大家工具如果一致的话，只会让我们这个议会推动工作更加顺畅。你叫这个，你质疑的啊不同的工具，我没有反对啊。老哥是你听有，你挑工叫好听无的呢？你明明听有呢，那你怎么知道我听得懂呢？所以我请翻译听无的时候，你样请，你拄则做一开始甲正时，你是用什么态度咧甲我讲话啊？因为你讲你要透过这个传译嘛，那我就有传译嘛。你有需要我请嘛？会谈，我不会跟你讲遐紧的，你不会我这个会谈，就跟外国人来，我私下可以跟你用英语，但这要会谈的话，这一个尊重，大家一定要经过传译。我请翻译对你无够尊重，爱安怎看他叫做对你尊重？不，干那一定要讲中文，他对你尊重，讲北京话，他对你尊重吗？你从一就位委员，我去拜会你，就很尊重你啊，你忘了吗？嘿，和这有什么关系？我咧讲母语啦。你讲母语我也尊重啊，你讲啊。你迄台是你一直，我紧你我时间谢谢你。我意思怎么样？我意思要尊重你。你大个问题回答进前就是语言是交通工具，你写在台语上班我就回答了。你问的不爱问，有没有告知我们？我们知道不知道？我就回答了。好啦，后来就了了嘛，后来。立法院强调，推动口译的机制，即别立委有需求，就使来提出申请。只是委员会头一摆启用台语的传译，引发陈碧伟甲区国政互相的坚持，互主席赶紧来调解，才来收场。记者综合报道。有影语言吼，就是一种沟通的，也是讲交通吼交流的一个工具啦吼。但是这个语言到底是啥物？其实咱看着讲教育吼，嘛甲咱教真济。哇，内底所有的语言会当吼，会当咱讲虽然有当时有一寡这个争吵，但是因透过嘛是有一寡通译，也是讲因根本就听有这款理解这个方式来去做一寡这个对话啦吼。但是咱看着讲，伫咧立法院明明吼，国防部长伊就听有啦吼，但是咱嘛讲着，因为这通译制度，陈碧伟迄当阵先甲伊讲，哇，你会使先来请。这个吼，咱讲通译的这部分，但是伊请了这个处长吼来做这个翻译啦吼，但是翻译其实咧做一寡翻译的时阵，都有一寡这个争吵啦吼，啊尾手人吼，这个夹就夹伫遐啦吼。咱现在请教这个主委啦吼，这回的代志嘛是一个进步的开始，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讲吼，我先帮碧伟吼澄清一个，就是讲吼，澄清。一个就是讲，这个碧伟咧讲，国防部长阿爸的时阵吼，有足侪人有错误的理解，大家会当作讲，哇，碧伟是安那吼，雄雄压起来，对国防部长讲即个话，其实是头前咱会当看到即个区部长一直要求碧伟看起来咱讲咱共同的语言就是华语就对啊，但是咱必须要来理解一个咱的历史，就是讲，对于阮基进党的这个少年囡仔来讲，咱是重新要甲咱的母语捡回来。吼，不管是我讲的台语、客语也好，还是咱这原住民语也好，因为中国国民党长期来台湾1949年了后来台湾了后，吼，就甲咱的喙齿加掉，无爱互咱讲咱的母语，所以像台语本地有7成的人讲台语，但是刷来了后，到现准是一定无到4成，所有的人拢咧讲华语。所以，咱要伫国会的殿堂顶悬用台语重新来论证，就是要互大家理解讲，台语是咱的母语，咱来甲伊吹转来。所以，碧伟伫这件代志顶悬是非常非常的有坚持，伊有伊的价值，有伊的坚持。但是，区部长一直要求伊看会当讲咱共同的语言华语这个物件。咱会当体谅区部长，因为按我的这个侧面的理解，区部长伫事前因为沟通上有这个误会，所以伊唔知影讲伊需要去带这个统一的机器。因为过去咱嘛知影讲，军方的人因较保守，因咧接受新的物件的时阵，可能会较慢熟看。所以伊无法度吼用过去的这个即顺的方式，所以这个一时之间吼，伊个甲博伟吼小可有这个口角这个物件个对啊。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区部长一件代志，就是讲国家语言法典法一定规定讲，所有的人伫所有的平台拢会当，尤其是这个政治的这个领域内底，会当讲各式的这个语言，是吼包括立法院这个统一的这个规则嘛过啊。所以这是国家定来。互博伟一个正式的身份，会当伫即个
OK， 但是问题是，咱互你一个工具，就是统一，吼，要扶持这所有的台语原住民，伊刻意拢会当伫咱国家殿堂吼殿堂来发挥，这是一个示范性的作用。甲用国家的力量来甲所有的人民讲，咱所有的语言拢是平等的。伫立法院这个所在，唔管你讲什么语言，客语也好，台语也好，原住民族语也好，咱拢有法度，互你自由自在，用你家己的母语来表达意见。是，我感觉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咱嘛要体贴区部长一个物件，就是讲，因为过去中国国民党留落来教育的影响，所以导致咱所有的人的身心灵内底，拢残留这个华裔霸权的这个物件。咱拢感觉讲啊，华裔就是较高尚啦，咱若无讲华裔，咱较不如人吼，较无法度甲人相共徛起。是。但是像我即摆吼，咧伫即个一般的即个演讲场，咧讲台语的时阵，有当时是爱提起勇气的。OK。吼，所以区部长伊可能还阁残留过去即个华语吼，就是即个较霸权的即个讲法。但是我要提出伊一件代志，伫联合国内底，伫各国咧讲即个语言的时候，是毋是逐个人拢戴的即个耳机，吼，咧听各国的即个语言，伊无可能去阻挡人讲无你来讲，咱所有的人全世界上侪人讲的语言英语嘛，无人敢安尼做，因为伫世界的潮流内底，咱个必须爱尊重无共款的语言啊。最后一点，我感觉这吼有一个所在，咱一定要提醒吼所有的人民的，就是讲。若是讲这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希望吼所有人拢会当执行，会当平等，互即个台湾吼各地，不管是立法院还是各地，拢有法度充分的吼，会当讲出你家己的母语，唔免惊吓的话。但是区部长你要叫保卫，虽然你讲的是建议保卫讲共同的语言，其实就是华语，就是北京话。是，但是这是毋是违反着国家语言法定法？这是毋是违反着民进党吼本土的这个政府咧推塞的物件？当你违反着民进党咧推塞的物件的时阵，咱就要来思考讲，安尼你是毋是有一寡政策到你遐的时阵，你就要主动开啊 ？OK。安尼的话是毋是吼？你的部队你敢有法度容忍吼？你的部队吼？你的这个下达命令了后，因无法度遵守，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有影吼，咱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吼，这个主管机关其实伫咧这个文化部啦吼，其实要下过真济部会。有伊的难度，有伊的困难，但是咱讲吼，这需要是社会沟通啦吼。咱嘛知影吼，国家语言发展法吼，伫咧吼无偌久进前来通过，今年吼举行着第一届吼正式的这个大会啦。啊，进前咱嘛有办着这个记者会，记者会头顶，咱拢吼邀请着无共款的这个族群的这个语言，用着家己的这个母语来讲出着这个话。啊，当然内底吼会透过各种的这个翻译来去做进行，所以这个内底对话应该是拢会当进行吼。啊，咱讲着吼，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步。咱讲吼，这个法绝对袂使干那是象征的这个意义，要有实质落实的这个意义啦。实质落实的意义，第一步就是咱伫咧立法院来去看到，无想到吼，第一天就出代志啦吼。但是这就是这个社会沟通，啊，甲过去一寡吼政策。哦，害咱讲真正这个喙齿啦吼，也是讲本土语言、母语的这个语言拢总断去啦。啊，甚至讲大家认定的这个吼华语，才是大家吼共同语言。其实咱讲到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阵，遮的所有的吼，自这个咱讲中国来的人。嘛，毋是完全拢讲北京语啊，抑佫有其他吼因这个方言啊，来到遮嘛是共款切断因的这个语言啊。继续，咱来请教这个副主委啦吼，安怎来看这件代志咧？伫咧讲之前吼，我先澄清一下吼，我无了解你讲的什么叫做喙齿加长这个问题吼。第一就是讲，当然咱对这个语言来讲，我嘛无感觉讲我讲台语有较低人一级啦吼，我嘛是感觉讲即讲国语、讲台语其实拢是自然语啦吼。啊，所以讲即届咱看咱即个陈委员吼，伫咧质询即个国防部长的时阵，其实你重点是，其实毋是语言的，其实这是沟通，就是咱头讲的沟通的技巧。技巧，咱过去咱爸母、咱的师长咧教咱的时阵，咱是沟通最重要。今仔你陈委员，你敢若10分钟会当质询咱即个国防部长尔，所以你啊10分钟利用这10分钟，尽量把即个问题拢来问出来。结果你毋是，你直当咧纠结伫咧即个语言上。
你也真正把这个问题无安怎深入的，其实这个国防部长伊嘛是有准备一个台语的翻译嘛吼，伊嘛是共款同步咧翻译，所以你著照你来照行就好啊，你无需要挑起这个吼这个纷争啦吼，你今仔日挑起的时阵，你著变做哪像咱过去咱台语咧讲的吼，狗吠火车啦，狗吠火车就是一只狗看到火车过来一直吠，结果火车嘛毋知狗咧吠啥，车嘛毋知狗咧吠啥，所以今仔日。咱讲的就是讲无采工啊！伫咧台语来讲，无采工，今仔70分钟内底浪费掉咱做人民所有的纳税钱吼。今仔咱做人民，今仔搭做钱，就希望讲你这个立委会当替咱这个国家问到讲，国防部你今仔伊敢若问到3个问题啦。第一个就问讲，你今仔飞机安尼飞来飞去，日本侦察到讲你飞来飛去，你有記錄無？你有講出來無？啊，當然國防部長講，就毋是大家攏愛講出來嘛吼。啊，佮包括講，你有加入你這個環太吼軍事軍演這無？無啊！啊，所以你今仔無問題講，今仔也無參加入面，你要哪想辦法？對咱國家有影響無？咱軍備有愛改善無？你應該問出來問題，今仔咱政府、咱國家開啊儕錢，互你去做研究的經費，你做的經費是摕去倒的。OK，是啦，咱講到吼，即個頭拄啊，即個副主委有講到吼，即個撇位問問題，但是第一個問題是問講吼，台灣對國防授權法，即係咱講了解到底是偌深啦吼。但是咧，咱看到講啊，即個副部長迄當陣都甲吼，用建議的方式講到，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吼，請團員再來講，迄當陣就請處長來吼，相信你當是看過這13分鐘的這個質詢影片，對清楚了解講吼，這規個這個吼，咱講吼 context 啊，講吼這個脈絡是啥物啦吼。所以當陣吼，撇位先問伊一個問題，副部長才成功吼，這兩件代誌。啊，其實吼，我感覺這個語言伊的角吼是這個咱講部長的角較深的，咱先來請教老師好啊吼。你安怎看？因為咱講吼，統一是第一天來去做進行啦吼。雖然咱講這個副主委嘛講到。撇位遮有一個角啦吼，啊，親像狗吠火車呢，但是副部長伊直認為講啊，這個語言就是共同的這個交通的這個工具啦吼。但是你安怎看咧？感謝台灣新世界吼，新眼界互我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對談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咱即馬是一個民主社會啦吼，民主素養當然是愛對話、愛溝通啦吼。但是咧，用國家語言法嘛已經通過啊，嘛細節嘛攏足濟攏已經通過啊，吼！佇咱國家的電動內底，立委伊有權利來質詢，吼！啊，每一個人，我的感覺是講吼，咱無論佇啥物所在，既然法律已經安尼定啊，吼！啊，咱的政府是毋是官員嘛愛遵守？對，啊，所以。徛佇保障人權的角度，徛佇法制的角度、法律法制的角度，我攏感覺立委有甲人溝通的權利。部長你嘛愛有權利，互人講伊家己想要講的語言。是，這是全世界即馬普世攏共通的價值觀。就是要尊重語言的人權。是。對，這是我上基本的想法。有影吼，這嘛是咱頭拄啊，這個聯合國內底已經吼，攏是安尼尊重吼，啊，這嘛是人權的一大部分吼。咱繼續擱請教這個主委來先回應這個副主委頭拄啊這個講法。我感覺講，即個副主委咧講即個物件的時陣吼，有一點仔即個斷章取義啦。因為明明就是撇位咧質詢的時陣，去互國防部長拍斷啊，講啊，才會當講咱共同的語言吼，啊叫做華語。所以是國防部長無愛吼建議講要叫保衛吼來講即個華語，但是撇位我頭先講過啊，伊就是對一個台語有堅持的即個人啊，我是感覺講吼，我咧建議講，其實吼，因為我頭先講到即個中國國民黨吼，過去因為伊吼要獨尊即個華語，所以吼包括咱過去咱知影咱做者即個前輩愛掛即個交牌啊，因若講台語啊，個較給人一等啊，吼，所以都佇着咱的身心內底攏有即個威權的即個殘餘，所以即個物件必須要被改變。包括2000年的時陣，是安那阿扁仔政府伊咧講一句話，伊講新政府
旧官僚，表示讲新政府煞袂当遮旧官僚，就是因为旧官僚的心内底有国民党过去党国时期留落来遮遗毒，所以无法度处理，导致着咱的政策要推动上面有一点仔困难嘛。所以很准时，保卫就是等到这个现象。当我要讲台语的时候，你讲，请讲一下共通的语言，华语好不好？我可要讲台语啊，那个讲华语，这样才会有效率。但是我刚要问讲，你头我咧讲的迄个效率，但是问题是统一的效率是啥？伊几乎会当同步啊。很准时是国防部长无用这个统一，要叫一个次长来翻译，所以导致着速度变慢，唔是统一这个工具的问题，甚至统一这个工具有法度做到几乎是100%同步啦。咱后边嘛讲到嘛。有影啦，咱讲吼统一啦吼，伫咧法院咱看到讲吼，这是一个吼麦克啊，统一会当吼听到，譬如讲吼立委吼陈碧惠用台语讲，伊会当用华语吼啊，咱讲部长挂耳高吼，会当吼这个咱讲吼这个会当听到啦吼，伊所讲的啊，即时100%无这个绕高去的这个部分吼，咱讲这非常这个重要吼，就是讲。袂亲像咱看到即回吼，若是个透过这个处长安尼翻译，其实吼伊要一段落一段落吼，伊的这个意思拢会这个落去啦，还是讲有这个细较差的这个部分。所以咱讲吼，为什么统一吼，伊其实是真重要这个专业啦吼。但是咱讲到吼，立法院自即会期开始要试办考育这个服务，咱头拄嘛讲到第一工尔就出代志，啊出代志了后，立法院就讲我即阵要寻求沟通。但是咧，9月28号我就开始暂停啦吼，寻求沟通的期间，但是咱毋是咱讲吼，应该是爱双并来去进行，就是我讲吼啊，这个统一这物件爱继续落去做，尤其咱讲客家语言呢，伊会当用到伊的客语；原住民族语言呢，伊会当用到原住民语言去做一寡这个接顺。另外，你要去寻求你的这个社会沟通，也是这个官员，你家己内部，你家己民进党官员内部，你家己有这个沟通无？这是你爱去进行，毋是讲我法庭就停了吼。另外，咱即阵特别来带大家看讲，统一其实是一门专业啦吼。9月28这暂停以后，对咱讲吼，可能尾手嘛是会当继续，但是透过这个事件危机会当安怎变转机，先做来看。台湾基政党主委陈碧惠支持以台语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不过邱国正无向立法院礼拜4办的国家语言统一制度，受国防部常务处长李宗浩欢迎，双方讲话冲突引起大家关心。立法院自被宣布暂缓国家语言统一服务，加各界加强沟通了后，才个向以实现立法院推广多元语言加母语使用的比例，多做一些沟通啦，因为有一些行政官员或者部会首长等等，他们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些美意就是还要再沟通的。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国民参加政府机关行政立法甲司法定事的时，沿用已选择的国家语言，各机关也应该在必要时提供各个语言之间的统一服务。有学者认为，这摆事件会让大家思考如何互统一在每一个条项有更较好的效果。无论讲伫咧政府的机关，也是讲伫咧法院，咱拢爱就是讲尊重每一个人伊家己的自由的意志安尼。我相信未来咱会当做一寡较有路的安排，包括就是讲你若是需要翻译，也是统一的这个服务的时阵，你会当甲你的时间会当留较长的，也是讲你得做港部的翻译。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沟通双方对跨语言翻译这件事情没有把它想成理所当然，甚至有太多认同的问题在背后。学者认为，这摆事件反映出社会对无共款国家语言统一服务的接受，也有成长空间，也仰望未来对国家语言统一的普遍，大家对各个语言的尊重也增加。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看到讲吼，这统一这个部分，真正是咱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吼落实的这个第一步啦吼。但是第一步遮吼，就拄着一寡这个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应该爱真紧就甲下过啦吼。咱来看到讲吼，这个社会对这件代志的看法啦吼，咱看到讲林正义医师啦吼，伊讲吼，咱讲过去啊有一寡这个单一语言主流的这个过程，咱吼佫限制伫这个科内底啦吼，有这个霸权这个影响。另外台北市议员吼，这个吼咱看到讲区域格啦，伊讲吼，陈碧惠伊是甲这个台语的推测当作是公众人物的这个责任吼，所以坚持台语的这个接顺，伊是吼，这是伊对这个社会所做的吼，提倡伊的这个吼，咱讲倡议的这个部分吼。另外，这个台中教育大学吼，台湾语文学系副教授何信航教授伊讲啥？语言吼，将来都毋是干那会晓袂晓这问题吼，嘛袂干那是一个工具啦吼。另外，这个吼。
前国民党的这立委宽宏啊，伊安尼讲，武艺是妈妈讲的话，袂当摕来顶，也是讲压迫到这个人的这个工具啦吼。这我是真认同哈，但是讲台语吼真骄傲，但是推广武艺毋是靠各国吼头顶伫咧做秀做秀啦吼。你监督啥物问题才是重要。其实咱头拄嘛讲着吼，撇位伊嘛是咧做监督，伊讲吼台湾授权法。咱讲伫咧这个美国的这个授权法内底，台湾伊的重要性伫倒位，台湾的这个位置伫倒位啦吼。其实伊嘛是要问到伊的问题，但是伊尾手就当着区部长，先安尼甲回啦吼。咱继续请教副主委安怎看所有人的意见呢？所以讲，头拄咱讲的，就是讲伊安尼回变做讲，我讲的毋是语言的问题，这是沟通的问题嘛。两个也好好讲，其实伊有法度逐只行，伊有法度继续研究吼，包括伊过去想要问的问题，拢我都去讲落去。啊，咱作为来宾，咱讲的作为问题，讲实在，语言伊本来就是一种文化，伊是一种生活。包括过去咱登山过台湾，到台湾以后，咱客家话吼、河洛话吼，啊甲闽南语，啊甲足侪种种的语言来到咱台湾以后。经过这个日本时代、吼日据时代，啊到咱这国民党咧光复台湾以后，遮侪语言咱甲做迄个原住民的沟通啊、交流啦，啊甲日本时代做的交流，伊其实拢是一个过程。啊，咱讲过程，这就是大家生活伫这个自然时阵，咱就是一个自然语。包括过去咱讲奥多拜是对倒来，奥多拜嘛是日语的外来语，吼，咱接受下来，吼，赖达嘛是共款。包括咱到今嘛这个时阵，咱常常咧讲的赖，吼。赖就是赖什么语言？赖嘛是英语，嘛是国语，啊嘛是台语啊。啊，咱即马讲到咱咧食物件，食富胖达，吼，富胖达，你讲国语还是英语？迄嘛是算台语啊。啊，所以讲，今仔咱有法度伫即个自然语言发展以后，咱就法度大家做伙和谐的生活。哦，重点，即个语言是互咱更加和谐，毋是为咱互咱来冲突的。OK， 真正语言是摕来做交流、做沟通，然后爱和谐来去做进行对话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着吼，这个有当时啊，这个撇位其实嘛当换一种讲法，讲啊，咱来完成这个真重要吼统一的历史人物。安尼讲起来嘛是袂歹啦吼。继续来请教这个老师啦吼，咱头拄嘛讲着。9月28就甲这个统一先暂停起来，但是我头拄嘛讲着，两部爱来同时进行，袂当改安尼讲话停就停。你要停的时阵，你嘛是爱共款吼去做你的这个对话，啊是甚至讲袂当停，继续来去做。尤其咱看来讲客委会啦吼，若是讲伫咧客委会这个质询的时阵，客家的这个委员绝对拢是用客语来去做质询吼。啊，其实这个原住民族这个委员其实伊嘛是用原住民的这个语言，虽然咱讲也无看到有一寡这个统一，但是吼因至少甲伊这个原住民族吼，这个咱讲主委者对话是无，咱讲无一寡精彩啦吼。你安怎看讲，其实咱讲客语已经有啊，原住民族语其实嘛已经真透露，但是为什么这回咱吼台语会互安尼看做是一个事件来对待咧？即届即个事件，我感觉讲国防部长吼，伊是外省人，伊袂晓讲台语，讲袂顺，咱会当体会，嘿，这事实咱会当体会。但是咱陈佩仪委员，伊就开始竞选，伊就是拢倡导台语，伊就是真正伊做台语人、台湾人、台语人做骄傲。所以，伊必然，伊会伫伊的会当有机会，伊嘛是要搁为台语来出声，即咱拢会当体会，对无？是。啊，所以讲，即马既然国家语言法嘛通过啊，我感觉所有官员、行政、立法，吼，也是其他的部会，拢总爱遵守才对。亲像讲，当初阮拢伫斗杀国家语言法，文化部长雷军，吼。陈丽君，伊都一直拢每一场、每一个族语、连手语，拢总落实伫即个通译内底，是，逐场都有。我感觉若会当阁继续行安尼落去，侪人来做，吼，侪人一人行一步，应该吼要落实即个通译，会比讲吼一个人行100步阁较紧，嘛阁较有效。所以今仔日我会愿意讲吼。来参与者来对谈，因为这是我的想法。我希望讲，大家拢啊，把你的思想、思考讲出来。嘿，统一既然是全世界语言人权，大家拢重视的。咱会当，莫甲暂时甲停落来。OK。
对，真正吼嘛是爱继续来杀。是，啊无真正家己扇喙皮，家己扇喙皮啦吼。咱看到讲吼，9月28这一天吼是非常重要，这一日啦吼，咱看到讲吼，伫咧国家语言发展法来杀吼，但是国家停起来吼，这一天咱大家好好啊甲记起来吼，看伊当时才来恢复啦吼，这是真重要吼。咱看到讲咱的落实拄着一坎吼，啊这关也是打好过，看伊当时会当恢复啦，这真重要。另外咱来看到讲吼，前国民党的立委吼孙大千伊讲吼，敢讲其他的立委后摆吼。用客语原住民族语言，还是讲这个外籍吼，咱讲外配吼，使用语言来接顺，当然嘛会使，当然嘛会使。咱继续来请教诸位啦吼，为什么我袂使用着我客语原住民族语？我若是用我家己新住民的话，咱就是爱搭配这款的这个新住民的，咱讲统一啦吼，来去做接顺，为什么袂使？对啊，孙大仙无伫遮无，咱也问伊一句话啊，是安那是华裔？你华裔个较高尚吗？系啊，我嘛无感觉讲。全地方伊内底，大家当用台语啊，当然客语、原住民语、外籍配偶，因要使用伊的语言拢会使。你只要经过申请嘛，而且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安那，咱会当去扩充咱的口语的这个人才啊。咱这口语的人才伫台湾，伊可能受训练了后，伊无地方发挥啊，可能爱向国外去，帮国外语言翻做这个中文，还是甚至是台语。但是咱伫遮内底，咱的人才遮尔啊侪，是安那袂当互因一个工课的机会。你看伊内底，所以我头我有讲到讲，你看伊是一个示范的作用。当你看伊去做这件代志了后，是毋是伫其他的县市、其他重要的场合，拢是会当用你所想要用的语言？啊，这毋是就是一个自由民主多元的台湾吗？其实啊，苗栗县吼已经做真久吼，你嘛有准备着吼这个资料吼，先甲咱讲一下吼，尤其咱看到讲。苗栗为什么当做甲遮尔好啦吼？毋是干那好尔啦吼，就是讲伊愿意踏出这一步吼，伫咧语言平权这一步。你伫咧议会内底，你无必须要讲这个华语，尤其你去看地方的这个议会，吼，你去讲南投也好啦吼，这个台中也好，其实用台语接顺人百款啦，足济啦，还是讲用客语接顺人也是有啦吼。你安怎看咧？你看哦，头个主持人有讲到，我感觉这张图非常的水啦吼，嘛是因为这我较知影讲吼。因为最近的事件，因为曾文学吼，佮拍出这个相片吼，伫苗栗吼，咱少年仔拢会讲这是苗栗国吼，甲咱无共款。但是我无想到苗栗国既然遮尔啊进步咧，就是咱的曾文学议员吼，伊伫遮吼，伊咧迄个因遮的这个苗栗的议员咧咨询的时阵，因为苗栗因拢用客语咨询，所以曾文学较听无这个客语，但是后壁有一个统一老师，每一个人身顶悬吼，拢有一个口译机，伊讲这。几乎会当零时差会翻译每一个人所讲的客语，这个物件毋是作水，这个物件毋是咱想要爱的多元自主的台湾吗？所以咱看到讲，大千立委吼，前立委安尼讲吼，敢讲后摆的立委嘛会当用客语原住民族语言，这答案就出来，咱继续请教副主委。其实大千委员讲的这个话吼，像头头咱主委嘛有讲一点，总讲咱遮侪语言拢有咧培养。伊咧培养过程中，伊有咧研究咱原本这个语言是的来源嘛吼，保留落来以后，当然你伫法语你嘛当做统一，这嘛算互因一个发展吼。咱讲的语言就是爱环境嘛，你也无环境，你可能2-3工仔都袂记的啊。所以当然这我感觉这甲头拄咱讲的，甲伊咧做顺是两件代志。咱是干嘛探讨这个语言的发展，这无问题。吼，语言发展我感觉拢无问题。但是你也讲伫咧头拄咱讲的，你咧沟通的过程中足重要的。你希望讲10分钟内底，你想要表达的代志讲个煞，你特别当来陷入这个语言的陷阱内底。OK， 安尼这个限制是谁放的？是区部长放的，还是我头我讲过，这毋是语言的问题，我讲这是沟通的问题。对啊，沟通啊，伊就讲我这个语言。沟通就是2个人嘛，沟通袂是1个人，沟通是绝对是2个人。有可能是区部长嘛。问题啊，这一个听无客语，一个用客语，因嘛是咧沟通啊，所以其实嘛是用，只要你好好啊用口语机构法度沟通。我无意见，我无意见。我讲的意思是讲，我其实有一个想法，迄个画面嘛，其实足水的，只要吼，咱的区部长，也是讲咱其他政府官有一天徛伫即顺台咨询台顶悬，有咱的委员用无共款的母语甲即顺，我无意见，我无意见。地上即个耳机，这个是转型正义的一大步。这我都无意见。这个是咱母语的一大步。这我无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你也讲，这道是安尼行，咱就照安尼行，这是无问题。我讲的意思是讲，今仔日这个陈委员咧质询这个区部长的时阵，这是2个人沟通的问题。
咱唔好大放大讲这个语言，咱无尊重台语，咱无尊重法语，袂使安尼讲。无啊，区部长伊个一直要建议国委用共同的语言啊，你就是区部嘛。长，就是咱蔡英文总统来任命的嘛，无是，这嘛是爱接顺啊，这嘛是爱提出来讲啊，就是讲建议民进党吼爱落实这个国家语言法。是的，民进党讲就好啊嘛。是啊，系啊，有影吼，咱看到讲吼，这回这代志吼，真正要求民进党政府你家己塞这个国家语言法典法，但是你的这个官员无落实，这嘛是真正提出来好好哦，互大家讨论一下啊。尤其咱讲到吼，这个法。文化部吼，真正吼，伊的这个预算嘛无遐尔济啦吼，但是你要叫伊讲，这个下部会吼、跨部会当中来甲你配合，其实这个社会这个成本嘛是真大，但是这嘛是牵涉到讲咱规个台湾要坑偌济心血、坑偌济心力、坑偌济钱一个咧头顶啦吼，尤其咱头拄仔讲到，这毋单单是沟通的这问题，这个问题吼，典型的是咱讲。后摆这买手这个人才够安怎培养啦吼？其实咱还有一张图吼，这无藏起来吼。迄张图是代表讲吼，这个客语因的这个咱讲通译这个人才已经吼百外个人吼，伊毋能样吼客语翻英语、客语翻华语、客语翻台语，啥物语言伊拢会晓，伊都会当用到这个部分。咱讲通译伫遮做开始啦吼，咱讲这个人才库吼，会当安尼豆豆建立吼，咱讲对着未来吼。啊，咱讲啊，过去迄教育塞较辛苦啦吼，要教伊吼一礼拜一节，袂晓讲，也是讲吼讲到迄个无法度变做一个生理，啊，即阵会当变做生理啊，这是一个真好开始。继续请教老师。其实吼，即个咱行台语即条路，行了有淡薄仔辛苦啦，真正行了有淡薄仔辛苦。亲像咱讲吼，咱的国家语言法，咱是为什么要杀国家语言法？当初吼，真侪教授邀请我讲。会当来出来发表你的想法，我都去认真去思考，讲原来伊是要保障咱所有的人民，台湾这块土地面顶所有的人，会当自由选择伊家己的母语来表达。好，你今仔日官员、委员，你是要接顺、要答顺，拢爱受到尊重，拢爱受到保障，这才是真正是民主社会。应当爱沟通，吼，行到最后的这一步，才是成功啦。嘿，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一步啦吼，伫遮真正甲危机变做是一个转机啦吼。另外，咱嘛头拄讲到国家语言法典法吼，其实已经通过2-3档啊吼。啊，即阵立法的目的吼，然后咱搁来看一遍吼，传承吼，咱讲多元语言文化的这个发展吼，保障母语吼，教育权、传播权、甲使用权，这个使用权都非常这重要吼。今年的这国家语言法典会议嘛有讲到吼，找转来咱本土语言，也是所有这个自然语言吼，族群的这个语言，因的这个尊荣感吼。过去有一段历史，这个人就是爱挂交白，伊袂当讲伊家己这个语言，即阵家找倒来，好好来使用，落实着语言吼上基本的这个人权，咱头拄讲联合国，也是讲吼，这个咱讲上基本的，你安怎来去落实吼，啊嘛咱改善讲语言吼，真正吼有这个短暂的这个危机啦吼。另外咱讲吼，政府应该定期来召开这个国家语言法典会议，今年是第1年啦吼。啊，咱头拄嘛讲着第1年有真侪困境吼，拄着疫情，咱敢会当透过线顶，但是吼10月初9，搁有第1场吼，第1年的咱讲吼大会啦吼，啊真正有真侪这个对话空间吼，相信大家会当搁去观察一个。另外，建构着国家语言调查机制甲资料库啦吼，这非常重要。就是讲咱语言到底识偌济，吼，咱等下有一个数字，一定要互大家看啦吼。另外就是爱保障吼国家语言的这传播权啦吼，传播权遮已经有啊吼，咱看到讲有客家台啦，有台语台啦，嘛有原住民族电视台。另外咧，咱就讲到国家语言法上重要就是安怎吼伫无共层面来去落实啦吼。无共层面，咱头就讲到地方政府吼，亲像讲苗栗县，还是讲吼其他的这个县政府，拢吼伫咧议会遮有设着吼通译这部分啦吼。所以咱看来讲，这个吼伫咧行政、立法还是司法定数的时阵，尤其有必要吼。啊，这回咱看来讲立法院遮是吼。出这件代志啦吼，啊，即阵立法院的这个通译人员，咱讲这个台语的2名，客语的2名吼，其实也无真少啦吼，所以未来爱继续来建立。另外司法遮吼，咱看到讲吼，其实一个法庭啊，还是讲法院遮是有一寡这个吼通译这部分吼，但是啊，真正用的人真介少啦吼。所以咧，咱讲吼通译是毋是真正的制度化、爱证照化？其实今日咱看到讲，因为这件事件，这吼公民团体吼，还有这个本土语言团体，拢总有做一寡这声明先做来看。对这件代志，民团29去立法院支持通译服务。
因话讲语言平权，就要落实这个现讲现翻的通译，佮要求真济诉求，包含国会、政府机关的官员都要守法，口译就要讲现现翻，强化执行的效率，甲国家语言通译证照都要甲制度化。同步通译可以建立的话，那不同的民意代表、立委可以用这个自己选民的语言去做质询，那这是足大的进步。我感觉讲母语问题就是咱家己的基本人权，咱台湾是一块多语言、文化多元的宝岛。现场嘛来真侪少年人咧支持这款语言的通译。强调讲，语言唔那是沟通的工具，表现讲台湾人的文化。针对目前立法院敢若提供台语、客语的这个通译服务，欠缺原住民通译，原住民的少年人嘛，当咧拍拼讲要找回因的族语。我们的语言能够被正大光明的使用哦，不是说这种躲在偷偷摸摸，然后甚至我们在立法院看到这种又好像回到过去那种讲华语，就现在我想这个语言好像比较高级。民团强调，立委代表民意，用家己的语言替百姓来讲话。伫这个时阵，立法院提供通译服务，展现国家语言发展法传达多元文化的声音。嘛，希望立法院都要把这个制度甲做较点阵咧。记者综合报道。像咱头先也讲到这个通译这个问题啦吼，通译真正吼有必要来去执行啦吼。咱讲吼通译其实是一个交通也是一个工具伫个。上重要咱讲吼上大上水迄个景象应该是。咱讲吼，你若是讲客语我听有，还是讲吼我会当用台语你嘛听有，还是甚至你讲原住民族语我嘛会使对话，然后这是咱讲上大这理想，但是无遮尔理想的这个前提之下，咱会当透过专业化，还是讲吼这个证照化的这个通译吼来去伫咱的这个立法院，啊甚至伫吼无共层面的吼各种议会也好，还是这个人民团体内底，拢会当来去做一寡这个推测啦吼。所以咱头拄嘛看到讲吼，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有一寡这个诉求，讲啥？国会、政府机关、官员，你都要守法咯，因为咱讲的守法是啥？守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法都已经通过啊，民进党政府你家己无遵守，吼，这就是爱好好来提出来讨论一下。另外，东部的这个翻译吼，强化讲即阵的时间的这个效率，咱头拄啊这个问题，伫遮该先得到这个答案啊吼，公布还是讲卖绕高去。时间阁未即个定档去啦吼，咱继续来请教即个主委，安怎看讲吼？即个理工会基金会要求者吼，一寡即个诉求咧。我感觉这吼非常非常的好啦吼，因为咱所有的物件就是爱迄个专业化。譬如讲，咱即马要做即个多机赛吼，伊嘛是爱考证照。是。咱要做铁工啊，啥物木工吼，这其实拢会当考证照。你有一个及时的通译专业化了后，嘛会当证明讲，因有即个能力来做即个及时的翻译。譬如讲，咱今仔日的即个事件，国防部长是叫次长。来做翻译，但是次长真正有法度精准、快速、有效的这个翻译，这个票委员的这个内容吗？我是打一个很大的这个问号啦。甚至你若是有看完整的影片，其实次长跟我讲。票委讲了上紧，伊可能无法度讲甲遮尔啊准，吼，所以安尼就表示讲，即个翻译诶，即个过程当中是无顺的，所以咱需要专业的即个人才来帮咱翻译啦。读过迄个主持人有讲到即个斯卡罗即个引擎吼，最近足请嘛，你像迄个阿水兄，伊个向足济的即个语言，其实我心目中一个美丽的台湾，就是咱每一个人会向各种的语言，有法度用无共款的语言。甲人问好，甲人拍招呼，甲人祝福，安尼毋是足水吗？有影啦，当然咱讲吼，所有这个语言内底，吼，咱嘛甲华语放伫吼，咱所有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个所规定的这个法内底，咱拢尊重每一种这个语言吼，这是咱讲上大的吼，这个上好的这个多样伫遮啦吼。咱嘛讲吼，真正有人要讲华语，咱都爱尊重啦吼。咱讲真正要甲这个母语也是本土语言讲倒来，咱嘛真正欢迎啦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吼，立法院咧开会时阵。通译就是要及时来通译吼，毋是讲哇我绕高去啦吼，可能一段一段真正的绕高去吼，就伫我咧过去咧做吼，这个通译的这个时阵，共款无遐尔简单的，尤其吼咱是拄着迄个机关，这个机关枪啊，华语讲的机关枪，叭，你要安怎伫咧有限的这个时间内，佮共步讲出来？其实这就是一种真无简单的这专业吼，通译的这人才，真正这资料库爱好好来建立了吼。继续佮请教这个江川副主委啦吼，咱嘛讲到吼，这个语言吼通译要有证照标准化这个制度化啦吼，即届真正是一
一个转机，吼，危机即阵变转机，你安怎看咧？安怎来建议？契机啦，吼，因为今仔日你若讲拄着这问题，以后要哪处理，吼，就像主委头仔有人讲啊，以后你着同步翻译啊，这我感觉是无问题，但是我感觉人甲人吼。咱人甲人见面3分情啦，咱人甲人的沟通绝对是拢有一个感情伫咧。你若我都拢啊透过一个翻译，我想这个表达上吼，绝对拢有差，有细甲差的啦吼。咱包括你叙述共款，你叙述这个语言有基本上有4大种啦。但是每一个国民内底，伊同少爱晓两种语言，至3种语言以上啦。但是咱啊台湾来讲，好，咱台湾台语啦、国语啦，吼，咱讲的华语啦，吼。啊，你可能佮加什么？其实对这囡仔来讲，伊学习敢有法度，卡侪时间去做。其实会使哦，咱继续来请教老师啦。其实咱讲吼，语言这刺激是会哪来哪增加的吼。你要一个语言读一个语言，其实是真紧。你若是语言学习者，你有爱语言的，还是讲吼，这绝对唔是真困难的代志。咱继续请教老师伫咧教育现场。那照我伫教育现场、教台语的现场吼，其实即卖囡仔英语的水准真悬。咱教台语吼，咱用上界先进的台罗，用英语字小写英语字来拼音。我拢用英语教台语。哎呦！哦，足简单的，囡仔学甲足欢喜的，嘿。所以袂叮当吼，袂学这个英语学台语，所以人参做伙斗袂起来。毋过囡仔袂感觉偌碍约。是。嘿，啊，我感觉伫先进的国家吼，现处是的通译这个物件，已经是足重要的诉求啊。即摆全世界现时的即时通译拢有啊。是。嘿，所以讲咱若会当甲通译普遍化，互要讲话的人家己自由选择，吼，完全表达伊要表达的物件，真赞。是。吼，啊，若通译来，搁有听的人嘛会当讲吼，啊，听有伊要诉求是啥物，这才是真正。互相尊重，互基本的人权落实伫咱的台湾这个报道内底，我感觉这是上好的一个机会，对。这个无共款的这语言，咱拢尊重。你若是要讲华语，我真正嘛尊重。啊，但是咱讲吼，有真侪种这个语言啦吼，华语吼，这应该是改做华语。这是咱看到讲吼，109年啦吼，咱讲人口普查一寡这个统计吼，这嘛是何信航老师长伫咧面册头顶打出来，哇，这个数字真正真惊人吼。咱看到讲吼，即阵使用着吼，这闽南语应该是讲台语才对啦吼，台语即阵剩31.7%，哎呦，客语更较可怜1.5%。另外，原住民族语言剩0.2%啦吼，主要也是用到华语，但是咱头拄仔讲过，拢尊重吼。但是伫咧即个主要使用即个语言的即个背景之下，咱看到啥物问题啦吼。另外，咱讲吼第二种吼，较主要使用即个语言吼，同款华语占即个30.5%啦吼，即个台语占54.3%，客语有较提升者，但是嘛无悬4%尔。0.9%是原住民族语言，所以伫咧无共款这个语言之下，咱真正是爱抱着国较这个心力吼，投入咱讲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族语言也好啦吼，所以真正无法度对话，因为这个现状就是安尼，咱的人无法度对话，台语无法度吼，甲客语人讲话，所以伊必须要用着华语，这就咱甲头拄仔讲了，上好迄个多样吼，有一段这个距离啦吼，但是咱透过法喺这个展示来去做真侪种无共款这落实啦吼。啊头拄也嘛有讲到这个瑞士的这个经验吼，这章我嘛特别去这查出来吼。瑞士因这个吼下院啊，联邦下这个议院内底吼，国民议内底，因吼咱嘛知影瑞士遮吼有真侪种无共语言。德语是占差不多60几%啦，法语差不多占10几%，这个意大利遮敢若这个8%左右啦吼。另外，佫有一种语言吼，是这个咱讲土罗曼吼，这个部分吼，伊敢若占0.几%吼。但是伊若是有需要，伊嘛是会向议会吼来讲吼，我要提出着这个口译的这个需求啦吼。另外，因伫咧9月28吼，这个伊个议会定做是这个 Multilingual Day 啦吼。多语日啦吼，但是咱讲吼，咱的这个9月28变做是，还是讲9月26啦吼，变做是一个另外一个日子啦吼，就是讲这个统一日吼，拄着困难的这个日子啦吼。但是咱讲到有其他国际这个经验，其实香港嘛是哦，香港有啥物经验咧？
香港的这个立法会内底，因其实因为香港人去英国这个统治过嘛，吼，所以因会晓英语，因会晓这个香港话，因其实无叫做这个粤语，也是广东话。因感觉讲，我甲因的少年仔开讲过，因感觉讲，其实阮是香港话，一定甲广东无共款啦吼。因即马后来佫加一个这个北京话，就是华语嘛，吼，所以因的立法会内底其实嘛拢甲瑞士共款，拢有安尼的这个口语的这个物件伫内底。我因为拄好讲到香港，我强调一点吼，香港的这少年家，因咧对抗中国这个政权的时阵，因甲我讲一句话，因甲中国上大的无共，就是因会晓用香港话，但是中国人无一定听有啦。所以若是徛伫国防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当时啊，咱讲台语，咱讲原住民语讲客语的时阵，电脑较好，电脑较好，会当保护咱家己，嘛袂去用闪头啊，对无？是啦吼，所以咱讲到语言这个zan处吼，会当讨论的这空间有够济啦吼。但是讲到国家语言发展法吼，咱讲头拄啊，这个手语，台湾手语嘛是一种吼，甚至伫咧马祖遮有这个闽东话啦吼，未来若是有需求、有需要，其实这拢是落伫咧这个咱讲啊，这个法的这个zan处啦吼。我嘛看到真济这个网络的讨论啦吼，因讲哦，这个原住民族语言有16个语言，咱讲到底爱帮伊做统一无？当然嘛是爱，这个问题吼，其实是介简单吼。另外有的人佫接顺就讲吼，是质疑就讲，哇，到底这个陈碧惠用着台语去做一寡话啦吼，伊的爸爸妈妈的话，甚至佫甲因妈妈吼一个上海者吼，甲提出来吼，你安怎看这回代志？我是感觉讲吼，无伊是每一个人的认同。其实碧惠嘛会晓讲华语啊，但是问题是伊是安怎要坚持台语？因为咱知影台语是一个要消失去的语言。其实咱一定拍拼足久啊！我要甲大家讲一个人吼，这个是这个民进党的戴敬尧，过去的农委会的副主席戴敬尧，伊是全台湾第一个伫国会质询的时阵用台语的人，我对伊非常的钦佩，因为伊面对的人叫做郝柏村，是较早的军头，伊直接甲郝柏村讲：你食台湾水。你啉台湾水，你食台湾米，结果你来遮40几冬，你袂晓讲台湾话，所以对阮遮的少年仔来讲，较心疼的代志，其实是伫遮几十冬来去互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了后，我发现讲，咱袂晓讲台语啊，伫阮兜内底，阮外妈是听有台语的。阮阮的这个表弟是这个乌仔汉字，结果外妈咧讲话。孙仔家己听无，迄个拢鸡同鸭讲，拢爱比这个手舞足蹈个对啊，看迄个情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所以碧惠只是为着要保存咱讲母语、讲台语的这个传统。台语虽然看会足惨，但是后壁其实也有刻一个原住民意伫的，所以对咱少年仔共同的愿望来讲，咱只是想要将咱的母语好好啊留伫这块土地，重新去定根安尼尔啦。是回过头来讲啦吼，所有的语言拢是工具，所有的语言拢爱尊重，尤其咱头拄仔讲到吼，即阵这个比例看起来真正介惊人吼，尤其6岁至14岁，你来看。这个当使用台语的占7.4%吼，尤其济人吼也是占伫个65岁以上6.5%啦吼，所以未来这个长紧起来，咱讲吼安怎救，可能都无法度救到吼，这是咱讲较这个需要，甲这个人才库吼，包含这个统一，爱互伊规个这个产业化，嘛透过这回这个事件吼。真正认捌到这个统一的这个重要性啦吼。上尾过来请教这个老师啦吼，咱看到这回这个事件，其实咱头拄嘛讲到是真好的这个事件，尤其咱国家语言发展法未来啦吼，可能伊毋是干那一个象征的这个意义，实际的落实，甚至讲买手伊要甲所有的语言甲具体甲写出来，毋是干那讲吼，这个本土吼所有的这个资源吼族群使用的未来这个法的这个赞助，还佫举较悬的，你安怎看咧？我是安尼想吼，因为语言从来毋是会晓讲，一定爱讲，袂晓讲就袂使讲。你相信无？对。所以语言伊是一种沟通的工具。是。毋过即个工具箱，我如果今仔日咱国家有一个工具箱，即个工具箱内底吼，一支足大支的钢槌啊，就是华语。OK。我大家拢爱举一支钢槌啊，较好用，咧找头路较有。毋过有一工吼，真正家己的母语、家己的文化、家己的民族，拢会断，拢会无，拢会死。是。嘿，所以基本上的数据，我感觉
即个工具箱内底的物件，都爱有其他的螺赖把。OK。嘿，其他的扳手，逐项拢爱有螺丝，4粒螺丝。我即摆拢甲我家己当做是1粒螺丝。我要甲螺丝锁安。我甲这小朋友吼，甲家长沟通，互伊知影讲，真正你的囡仔嘛是会晓听无语。我今仔日就甲讲吼，猪肉粽，是啊，猪肉粽无共。台语就是安尼的水。嘿，伊的华语嘛有迄个转调的迄个趋势。啊，就是讲，互伊了解讲吼，咱的肺内底都要有迄个基因，吼，有迄个染色体基因，你都听有伊是对甲毋对，为什么你要互伊死 ？OK。家长拢讲对呢。嘿，所以我感觉家长拢会足认同讲吼，互我转来我会陪我的囡仔。吼。咱拢共款做即个大工具箱内底吼，每一种的工具，我每一种行业，我都陪我的囡仔去讲，我会当家的语言，用我的母语。我感觉安尼即个工具箱才是真正好用万能的工具箱。有影吼，语言真正是工具，但是即个工具吼，你会当吼加提几项啦吼。咱讲吼，你会晓即个台语吼，真正嘛无够外教啦吼。你若会各项客语吼，真正足够的。你各项原住民族语言，哇，真正是你是普罗即个语言学的即个专家。但是咱无望讲大家是语言学的即个专家，望你伫咧生活中会当吼好好啊实践吼每一种即个尊重的即个部分吼，包含尊重咱要使用华语，尊重咱要使用台语，尊重咱要使用客语，原住民族语言吼，甚至未来咱有真侪即个新移民的即个朋友，未来即个语言咱拢会当吼去认捌一寡啦吼，会当吼即个台湾本早就多元的即个文化，会当更较水、更较美咧吼。今日非常感谢所有来宾吼，较遮共同吼面对即个危机，但是会当可以变做是转机啦。感谢所有来宾，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咱再会，感谢多谢。